你期待已久嘅答案終於都要出現啦！喺5月30號，水星喺雙子座同太陽合相嚟到能量嘅頂點。你之前種落嘅種子，而家終於都要開花啦！你之前喺腦入面嘅嗰一堆迷霧，終於都散開。一啲你一直迴避嘅決定，喺呢一刻終於變得清晰。你嘅心開始聽到一個更加真實嘅聲音。海王星會燃點你嘅夢想，而土星就會教你穩打穩紮咁樣去實踐。木星同埋天王星即將喺6月同埋7月嘅時候幫你打開一個新嘅局面。呢一個將會係你同舊有模式講拜拜，做翻真正嘅你嘅大好時機。你只需要停一停，問自己：我想點樣去行我嘅路？然後相信自己嘅直覺，因為呢一刻你嘅清晰，你嘅選擇，通通都係宇宙送俾你嘅禮物。你準備好未呢？